歌。现在我会教大家唱一首很简单的儿童诗歌，叫做你的心。叫你的心。咁咧，今日我哋係一齊聚集喺度，因為係神嘅愛帶領我哋一齊可以喺加培教會聚集。我們今天之所以能夠聚在教會，是因為神嘅愛。很高興見到更多弟兄姊妹由遠方由愛丁堡區一齊可以喺度聚集。我們非常高興見到遠方來同你，還有我們本區愛丁堡教會一起相聚。舊呢首兒童詩歌教我哋個心咧，我哋要被主耶穌進入我哋個心，所以我哋一齊可以喺度。所以這首詩教導我們，我們心要被耶穌所充滿，所以我們才可以在這裡聚的。OK，咁我哋而家聽詩同齊一次先。我班 helper 可以一齊唱 ，OK？我哋聽詩同齊一次，聽我哋唱。詩情會彈一遍，然後我的助手會跟我一起唱。咁我哋而家試下慢慢唱一句，OK？咁你的心整個心 ，OK？你聽我唱，跟住你哋跟住唱 ，OK？我唱一句，你跟着唱一句。好相同 ，OK？ So the second part， 第二段咧，你的手經過山，主耶穌要追蹤你心房。第二 part。唱下半段。你的手經過山，主耶穌要追蹤你心房。我哋而家唱4句一齊 ，OK？ From the beginning。我唱4句都唱完，從頭開始。會有動作哦，他們會先示範一遍。我們全部一起站立，跟住做。唱慢少少可以做埋佢。可以唱慢一點，他現在會做這個動作。
離個 partner 一齊做 ，OK？我哋前邊。